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，也可以不理会众大臣求情，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。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，您再想想吧。圣上，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，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，他就撞死在宫中。他还说，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，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。现在他再撞死，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。佘太君再疼爱孙儿，也不能威胁圣上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杀了杨宗保，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，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。有臣说，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，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？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，如不严惩，天下人将目无法纲。为此，朕决定，杨延昭，臣在。朕命你处斩杨宗保，听见了没有？臣遵旨。王秋龙，臣在。朕命你做监斩侯。臣遵旨。圣上。哼，是。哎，杨元帅。夫君，你快下令让人放了宗保！难道你真想斩杀你儿？皇命不可违。护犊不食子，你什么皇命不可违？他让你斩杀宗保，你下得去手吗？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，天理不容。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？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，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！住口！你这是大逆不道！哼！胆敢骂圣上！谁大逆不道？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，难道他不是昏君吗？娘，你轻声点，歌杖有耳啊！老身不怕，我杨家对得起大宋。圣上要斩杀我孙儿，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。娘说的对，圣上欺人太甚，我们也无需再忍。你们怎么了？你害怕，我们不怕。对，就是。你也不想想，如果宗保被杀，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？是啊，还有什么指望啊？圣上让你为难，你大可顺水推舟，推掉帅印，救下宗保。你们真是气坏了！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，你们都是婶娘、大娘。我是他爹，他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能不想救他吗？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？我若是交出帅印，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，百姓就会受到侵扰，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。你光替别人想，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！啊，你知不知道，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。哥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宗保丢了性命，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疗吗？胡说！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，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？你什么君臣纲常？他让你斩杀亲子，难道
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。走走走！站住！谁敢胡来，我现在就把他拿下！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！你看看他们，你看看他们，他们的丈夫，你的兄弟们，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？如果他们还在的话，还轮不上你挂帅呢。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，你真没疯啊你啊！娘，是儿子不好，惹您老生气了。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其实，他们说的这些，都是气话，是被逼无奈呀。你不想想看，宗保是你的亲骨肉、亲儿子，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。你们的心情，老身知道。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。现在辽军压境，应该合力预疗啊，不是莽撞行事、无济于事不说，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！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？娘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娘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娘，孩儿应该怎么办？圣上让你行刑，你就拖着，老身看他能怎样。对，走。杨延昭为何还不行刑啊？俗话说，虎毒不食子，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。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！杨宗保犯上作乱，如果不斩他，朕如何能威慑天下呀？可是什么？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。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，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。现在见了面了，圣上可以斩了，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来人，圣上，宣王庆龙。遵旨。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。遵旨。驾。圣上，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。起来！谢圣上。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？没有。命你去告诉杨延昭，立刻行刑。可是什么？让杨延昭亲自执行，是不是？你是说太残忍了？臣不敢。你不就这么想的吗？可是你为朕想过吗？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，国将不国呀！朕如此做法，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，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。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。臣领旨。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，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。只要杨宗保一死，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，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。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。是啊，你说的不错，潘将军。可是虎毒不食子，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，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，杨延昭也不会动手。是啊，苏大人说的是啊。潘将军，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。监军，您看，欲擒故纵。欲擒故纵。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。好。
报告杨元帅，王监军到。请王监军。是。是来催促行刑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不管怎么说，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。圣旨到。杨延昭接旨。杨宗保欺君犯上，已下令行刑。杨延昭速执行，钦此。臣杨延昭领旨。请问王监军，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？老太君，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，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。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。理解，当然理解。虎毒不食子啊！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，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，也不可能下手啊。那以监军看，我儿延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？圣上下旨，其实并非对杨元帅，还有我王庆龙。杨元帅不行刑，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。先不说天波府的人为保大宋，如何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，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。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，我是粮草押运官，从哪个方面说，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。可是皇命难违呀，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，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。杨元帅就该到法场。父皇，宗保犯了滔天大罪，您也不能斩杀。不斩杀他，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，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？父皇，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，让他认罪，众人也会臣服。朕何尝没有想过？可是，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。你是公主，你要去了没面子，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不管怎么样，皇儿也要力保宗保。不行！父皇要斩杀宗保，皇儿也离开人世。来人，在。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。遵旨。海棠，奴婢在。你去看好七公主，她有一点差错，先杀了你。是，圣上。下去。是。都下去。是。没事的啊，蕾蕾。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，准备处斩。是啊，怎么办呀，小姐？怎么办呀，小姐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上哪儿去啊？你缺心眼，你还不服，还不赶快备马去？走。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。你身为监斩官，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？臣绝不敢违命，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，臣再三催促，可他不但不听，还威胁臣。
你身为监斩官，你为何要怕他呀？微臣确有难处。杨延昭是御辽元帅，臣是粮草押运官，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，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。假如两人兵戈相向，岂不坏了御辽大业？那依你的意思呢？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，杨延昭不执行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，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。好。圣上有旨。杨延昭身为元帅，又为行刑官，当速速行刑。如果不便，温吏可代你行刑。钦此。臣杨延昭接旨，谢恩。监军，看到了吗？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，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？来劫法场。对，吩咐下去，做好准备。他们一到，截住厮杀。好，等等，告诉手下下手要狠，争取一个不留。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，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。哼，圣上欺人太甚了。就是啊，那个昏君。皇兄，宗保虽然在法场，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，他不下令，宗保就不会有危险。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，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，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，也躲不过15啊！这事儿，本王正在想办法，能拖多久是多久啊！事到如今，唯一的方法劫法场。哎，对呀，劫法场。可是王庆龙作奸斩官，恐怕咱们3个人寡不敌众。哎，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，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。哎呀，管他动不动干戈，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就算咱们有伤亡，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。就是啊。好，劫法场。娘。好，太君请。八王爷，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？这事儿，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。老身看拖是不成啊！延昭不行刑，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。这样下去，不但宗保难救，延昭也自身难保啊。现在御辽迫在眉睫，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。杨元帅，行刑吧。副帅，你不要为难。行完刑，你还得领兵御辽。儿只求你，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，让穆桂英将儿埋葬。宗保，我的儿！
宗保在那儿，我这就下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样不行啊！你不能这样下去，你这么下去，宗保可就没命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也是你侄子，我们也得拼一把。哎呀，不行！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，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。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。哎呀，别着急嘛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王爷、娘，圣上、义柴太监都从六地行刑。啊！这！哎，新到的挖快！这！杨元帅，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，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。来人呢？在。哎，我倒有个主意，我这就去拿弓箭去，一箭射了他。啊，能行。桂英啊，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，死而无憾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不能长相厮守。桂英，如果能有下辈子，我们还是夫妻。这，那不是穆桂英吗？快追！这！醒醒！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，还有其他人。等到齐了，再动手。桂英，你快走，你救不了我的。我要是救不了你，咱俩就一块儿死。不，我们俩说好的，生一起生，死一起死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这，准备。桂英，你快走！桂英，杨延昭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怎忍心斩杀青儿？您要是他的亲爹爹，我就求您放了宗保。你是何人？木可寨的穆桂英。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，杨元帅不行刑，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。谁敢？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夫？他辜负皇恩，造成恶劣影响，罪该斩首。罪该斩首？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，乃天经地义。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，乃无德无能。你。蹲下，别动，别动。
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保的。我不和你多说，我只听圣上的命令。给我拿下！是。归英，归英！归英！归英！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。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，他要是敢杀杨宗保，姑奶奶就毁了降龙墓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降龙墓乃是我宋军御辽的精神支柱，若我宋军没有它，军心不定。你要毁了它，我大宋江山就……知道就好，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，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，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，该怎么做？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。好，讲得太好了。桂英，宗保，等着，等着我取降龙墓来救你。桂英，监军，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，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。我说早动手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1个。小打小闹，官报私仇吗？监军，这可是小中见大，杀了杨宗保，他杨家可就绝后了。哼，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，还用你来开导我？啊，末将多言了。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。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，用了降龙木，大都取胜，而没有降龙木，几乎都失败了。当然，这主要在于用兵，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。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，如果杀了杨宗保，他很可能做出蠢事。到那时，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！不会吧？圣上既然下了命令，再收回，岂不失信于天下？别忘了，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。杨宗保被杀，他就毁了降龙墓。那时候，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，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。这么大的压力，圣上再昏庸，也不可能无所顾忌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去，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。好，末将这就去。圣上，您放了杨宗保，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，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黎民百姓，他们会更加拥戴您。实际上，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，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。台阶儿？圣上，您想，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，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，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打。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，不管怎么说，杨家为了保大宋，战死疆场那么多人，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，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。到那个时候，即便有了挂帅之人，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。降龙木，降龙木，不管你身处何方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，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。等救出宗保，我在您的梳妆下立碑，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。
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。彩云，在，马上给我备车！我现在就去速上小龙墓去，快！搬！快搬！快搬去！不能去啊，小姐，现在不是送的时候。为什么？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。送去了，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？我不管！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，快搬！不能去啊，小姐！小姐，我知道你着急，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，要比平时更冷静，要冷静啊！即便是您送过去了，杨将军不被斩首，也难免牢狱之苦，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。不会被斩啊！哎，只要不会被斩，那怎么都行！快搬！小姐，快救灾呀！从今天穆桂英劫法场救了宗保，本王算看出来了，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。可不是啊，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，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？是不是？她既然已经和宗保结为夫妻，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！是啊，可是，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，除了桂英以外，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。胡说！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，不是来听你抱怨。哎呀，父王想让你去木客寨，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木。为什么呀？现在送来，就没有了救宗保的砝码。对，那我这就去。哎，菲儿，你不会……哎呦，父王，我是恨宗保抢了桂英，但是我跟宗保是那么好的兄弟，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？那我先去了，父王。好，去吧。头儿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现在还不行。降龙木在哪里？上哪儿去找降龙木？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木，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到门口去守候，等待时机。走。木果，备马。小姐，木果，小姐不能去，开门！别管我。小姐，让开！不能去啊，小姐，不能去！开门呐！小姐，不能去啊！小姐，有人叫门！木瓜，开门！快，这，小王爷，宗保怎么样？你不能去送降龙木，你现在把降龙木送出去，救出宗保就没有条件了。那怎么办？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，再把降龙木送出去。听我的，都回去啊！等天波府的人来，记住。我真想杀了你！这，你们都回去啊！小姐傻了，你们在听小姐的，准把事情办砸了。来了就有救了。小姐，小王爷说了，等天波府的人来了，宗保就有救了。咱们回去等。我要在这儿等。咱们回去等。我不回去，我要在这儿等。咱们回去等啊！等天波府的天王小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小姐弄过去，快点！小姐，回去等吧啊！回去等吧，小姐，回去等。你们都愣着干嘛？回去，都给我回去！快走！快点！你们都走！回去！关门！好，天助我也！还不快跟上！走。宗保啊，宗保，但愿这降龙木
能换回你的生命。圣上，前方传来军事急件。选拔前往。是。前方的急件，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。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？怎么处置？臣已经上报过圣上。朕已经默许了，只要他拿回降龙木，就放了杨宗保。哼，圣上，那只是默许。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，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，必然心里不踏实，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，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，告知众臣和天下人，穆桂英明天午时3刻送来降龙木，便赦免杨宗保。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？啊，圣上有点想偏了。那样做，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。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。那就起草诏告，公布天下吧。是。娘。报！八贤王到。娘。太君，宗保有救了。臣杨延昭接旨。杨宗保犯欺君之罪，若是明日午时3刻前交来御疗降龙木，朕便特赦杨宗保，钦此圣上隆恩呐！娘，这得感谢穆桂英啊！是，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。是啊，娘，现在赶紧弄降龙木啊！大娘、三娘在，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。儿媳得令，走。好啊，多谢，多谢贤王爷。多谢多谢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哪儿的？天波府的。天波府俺去过。哎，你们天波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，回去少看看你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。掩人耳目？哎，掩人耳目，你可以用马，用骡子，这。嗨，那个动静太大了。走，哎，停！天波府俺去过呀。哎，这不是你们这身打扮。我刚刚跟你说的话，你就忘记了？你说哪句啊？哦，掩人耳目嘛。那既然你知道了，还不赶快放行？
没那么容易，我得查查。您请便，请便。让开让。这是什么味儿啊？这是降龙木。你们想干嘛？